在信众簇拥之下，第17世大宝法王嘉华噶玛巴听列太爷多杰尊者，在已经解放了后，展开世界关怀弘法行程，刚好来到台南指定的噶玛嘎居士。在疫情缓和的时代，法王应全球的信徒要求，能够莅临该地，给予宽慰的加持祝福。法王选择台湾作为他全球弘法的第一站，由此可见，他对我们台湾的厚爱与关怀。那么，噶玛嘎举寺是法王在台湾的道场法座所在。虽然这一次是先到台北，有了3场的弘法，但他仍然心寄于此，就赶紧在休息1晚之后，回到温暖的台南。噶玛寺洛本天津仁波切表示，全球伫经过2-3冬疫情，伫各方面拢造成影响。现在疫情解封，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抚慰人心。也因为如此，第17世大宝法王这次的全球弘法定位宽慰。这次法王来台，定为宽慰之旅。宽其实有宽恕的意思，慰有安慰之意。那宽恕什么呢？法王曾经说过，台湾是海岛，我们的杀生过于严重，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在靠近海的地方有个道场，他能够为台湾的子民来祈福，他也要我们能够尽量的减少杀生。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相关活佛，这次来到台湾，除了4月5号1连3天伫台北参加中华藏密噶玛巴协会举办的3场法会以外，4月9号起会一直住伫咧指定的噶玛嘎居士到18号，期间将会乘坐敬献身口意妙供。14日会传授释迦行甲金刚萨埵灌顶。18日将为噶玛嘎居士净洒加持。大宝法王来台，也为地主信众祝福，为台湾祈求经济复苏、社会祥和、两岸和平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